小助教，你觉得小论文最麻烦的地方在哪边呢？我觉得应该是正确的引用文献，还有那个什么 APP 格式，看起来好复杂哦。APP 不是 APP， 是 APA。来，跟着我念一遍 APA。老师，为什么一定要按照 APA 格式写小论文啊？由于现在的网络资讯便利，而且智慧财产权的意识提高，因此如何正确引用资料变得相当重要。目前论文格式以 APA 中文版为主要使用范例，对于网络资源、书籍、线上资源均有所规范。下面呢会示范几种比较常见的范例来作为论文引用的参考。考考你，小助教，你知道有哪些 APA 的规范使用规范吗？我只记得年份要用西元年，然后好像还有哪边的字体要加粗。没想到你也知道这么多。来，老师来整理几个重点给你。第一个，年份要以西元年为主，例如1999年。第二点，文章名称为内文的时候，请用新细明体加粗。第三点，写在最后网址的后面，不需要加上句点。第四点，网址不需要有底线。最后，引注的第二行要缩排5个字元。接着就让我跟大家介绍引用不同资料的 APA 格式应该怎么呈现。这是中学生很常用的格式。网络资料的引用，若有文章名称及出版的年月日，请记得在文章名称上加上出体。若没有出版日期的文章，请提供截取文章的日期。这3个格式也是十分常见的纸本格式，分别是纸本著作、纸本著作再版以及纸本的期刊文章。一样在书名的地方加上出体。比较需要注意的是，再版的纸本书籍需要注明再版的版次。电子书和电子期刊文章也常用于论文写作上。电子书的部分，请记得在书名及阅读软体版别上加出体。电子期刊文章则是要在期刊名与卷期加出体显示，请不要忘记哦。说真的，我认真看完中文版 APA 6里面的所有格式了，真的是眼花缭乱。想到要写论文就这么累，还要把格式都弄对，整个人都无力了。到底有什么方法能救救我们这些在小论文苦海里面的学生呢？拜托拜托！别担心啦，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想过了啊。你可以上网到这一个网站上面去啊，搜寻关键字“书目管理系统”，里面就有很多的软体可以提供下载。这些软体呢，就可以协助我们来进行整个文献的管理。以前呢，我们在投稿的时候呢，在审查的时候，常常需要1到2年的时间，所以从送出稿件到整个稿件呢可以核准呢，APA 格式可能就改变了。那我们呢，只要利用这个书目管理系统，然后呢去更改里面的 APA 格式，它就可以迅速的帮我们整个文献的格式呢，通通都更改过来，非常的方便的。哇，听起来真的很神奇耶！那书目管理系统除了可以输出 APA 格式外，还有什么功能吗？其实它的功能是相当多了。书目管理系统呢，我们要介绍的是目前大专院校图书馆都有购买的 EndNote 软体，可以帮助文献收集、管理到最后论文写作的工具。它主要的特色可以归纳如下：一、汇整从图书馆馆藏目录、期刊、资料库、网络等各种文献收集管道收集来的资料；二、可帮助文献分门别类的管理；三、简化论文写作格式，例如 APA 格式，和简化引用与撰写参考文献格式的作业。哇，这么棒的功能，要去哪里找这些好用的资源啊？大家可以到这个网址下载软体，
可以免费试用30天，应该30天就可以写出一篇小论文了。台大图书馆也有拍摄详细的使用说明教学影片，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找时间上网自己学习哦。最后提供一个中英文合并的档案给大家下载，因为 EndNote 用的是 APA 英文版本，后来有人帮忙中文化，让中文的书目也可以用 APA 中文版的方式来呈现。在这边，小主角提醒一下要投稿的同学们，小论文比赛相关投稿和比赛的要求包含字体大小、字形、空格、内文格式等，必须符合主办单位的要求。资讯可以参考中学生网站公布之全国高级中等学校小论文写作比赛格式说明及评审要点。终于到了小论文的尾巴了，小助教，你在这堂课学到了什么呢？这堂课程我觉得学习到最多的就是前言和研究问题的撰写。我觉得这部分是写作小论文最难的地方，因为一开始研究问题的发想是最难的，又要跟之前研究有关，主题又不能一样，有时候想不透也想不出来啊。但是老师教了我们5W1H 和心智图的方式，真的可以让研究的脉络出来，迅速组织想要研究的概念。你讲的真的很棒，有抓到我们这堂课的精髓，真的要给你拍拍手哦。那我们这堂课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利用哈克网的资源，去进行客家主题的研究跟探索。我们这堂课呢，从一开始告诉大家小论文跟作文的差别，接下来呢，我们有介绍小论文的架构，有包含前言、文献探讨、研究方法、研究分析与结果，以及怎么去撰写研究结论跟建议。最后还告诉同学呢，正确引用资料的方法。那希望各位同学呢，在撰写小论文的过程当中，都可以相当的顺利。还教了一个书目管理系统，叫做 EndNote， 可以帮忙管理文献。对，这个很重要。也希望各位同学在小论文的研究之路上都可以很顺利。大家再见喽！